第43條，我哋咧要揾一個 maximum value of 一個 trickle function。我哋咧首先要留意到咧，而家咧係有兩個嘅 function， 一個叫 sin s， 一個叫 cos s。嗱，有兩個嘅唔同 function 咧，其實我哋唔能夠同時間 attain 到一個 maximum 或者 minimum value， 當佢哋擁有相同嘅 s 嘅。嗱，咩意思咧？舉例子，我哋知道 sin s 咧應該最大同最細分別係響-1同埋1。咁我哋可以諗到啦，當 sin s 要係1嘅時間，你個 s 咧應該係要等於90度。但係如果 cos 90度咧，其實我哋亦都會知道佢係0嚟嘅喎。咁即係話，當 s 係90度嘅時間，我哋唔能夠令到 sin 同埋 cos 同時間都係最大。所以咧，我哋要諗方法咧，就係話將呢兩個嘅 function 我哋結合翻做一個，亦就真係問自己究竟點樣可以將 sin 轉做 cos 或者調翻轉啦，cos 轉 sin。咁我哋咧腦海當中就有一條式叫做 sin square x 加 cos square x 等於1嘅。透過呢一條式咧，我哋就可以將 sin 或者 cos 變翻做另一個 function 啦。好啦，所以我哋咧就考慮下將我哋嘅 f(x) 當中嘅呢個 sin x， 我哋嘗試睇下可唔可以將 cos x 都翻去做 sin x 先。咁首先咧，我就會將呢個 perfect square expand 咗變成9sin square x， 然之後就將呢個 cos square x， 喂，有冇方法可以將佢變翻做我哋嘅 sin square x 咧？回想翻先 ，sin square x 加 cos square x 就係1。咁所以 cos square x 其實就係1減翻 sin square x。咁我哋咧就設法啦，將佢哋 combine together。總言之啦，最後尾咧就會變成4加5 sin square x， 就會得翻一個獨立嘅 function， 就係 sin x 啦。咁我哋會知道 sin x 咧其實就係響0同1中間夾住咗啊。而我將佢配大5倍咧，就會變成0去到5。最後尾再加翻4咧，就係4去到9。咁所以咧喺呢個 function 當中，我哋就會知佢嘅 maximum value 應該就係9，所以答案就係 B boy 啦。